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台湾判例的42年嘅种透明嘅报价数据嘅制度，也就一般应该公量数据啦哈，以下有一新嘅变化咯。到5月24号呢，这个行政府农委会来宣布讲，今年呢天气动物嘅比明年调动物嘅哈，我来进行所谓嘅种直接给付并且报价数据并行嘅吃盘方案啦哈，同时也开始到全台湾6个乡镇市哈来吃盘，也就讲，假使农民呢唔是无诶，无想要叫公粮的话，唔做得限制去甲买米，用现在参加迄种直接给付吼，一甲稻嘅田呢一吨做得2甲1万元安多吼。再就讲，除了去甲买米的钱以外呢，政府还补偿你哈1万元啦哈。不过有人讲啊，假使你讲种诶青岛的米哦，无去到公粮直接进入市场的话，在市场上米变多诶，系唔系米价会跌落坎呢？吼，米价太跌的话，当然消费者非常的挑，但是对市民跟农民来讲，损失是真重的啦哈。不过有人讲啦，种诶，青岛叫公粮迄年纪较太个农民啦哈，人家老咧种诶，慢慢来种报价数据诶种诶制度呢，来天天改变，系唔系对一条老农民呢？无本期的批台出事哈，本期的除了本期的那种诶以外呢，要本期调兵啦哈，要本期的种批台方式出来，用伊发用可能做到好啦哈。当然啦，咱农业会讲啦，迄讲你种诶办法做落实来做诶话哈，请可能一吨我是对上下农业费100-200万按多预算哈，那上下来的钱呢，做对农业生产、农业发展很下有意义的事情啦哈。到大家吃盘方案一下已经开始了，地方上民众反映很用办型，韩国政府的决心拉唔拉？地方上一般的消费甚至粮商，佢哋反映很物解呢，今边一边来讨论。马上面收嘅现场来宾，提嘅呢是杭州农业会副主委陈吉忠，陈副主委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稍等面收嘅是台南市出发市美国商业同业公会嘅理事长黄立琴，黄理事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再来是长期关心台湾跟农业问题的台湾农村阵线的副秘书长陈平轩，平轩好。主持人好，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听话有讲到吼，今年马上天气东部说吃盘哈，目前到北中南呢总共有各2集啦哈，也就加起来有6集个乡镇市来吃盘哈。到底呀种个行乐田间一般的民众并粮商农会佢的看法样摆现呢，想先听听新闻记者讲头去了解一下。分车天天嘅4个月，点青嘅田野之间增加一条浮现，画面也更加丰富。一片嘅台南6日，农业之间4天嘅反动物已经上到抢救一片。呢条路了后休息，除了交公粮之外，农民自家买米还是得领每公顷1万口嘅补助金。因为农委会为了鼓励农民生产有机嘅米，凸显农业嘅环境价值。头了解乡镇区期盼土作直接给付，期盼期还包括明年进东部。伊要用这个租借支付，就是要把这个保价收购要收掉。我是考虑这点，所以你的保价收购收掉，量价会去互生意人，会叫粮商哦报销去。咱袂当交这个公粮，是咱的切啊量，到市面的切啊量都会增加。你即马粮商伊的需求量有够啊，来即马计出来，伊就是继续的压价。虽然农委会强调两项期盼制度同报价收购制度同时进行，迄本生产有机米嘅农民都会向前测，希望利用安尼提升竞争力。不过农民当多关系较公粮，期盼直接给付，难免会出现恐慌。尤其是对米价加势的部分，另外也有农会认为，直接给付1公顷补助1万，其实诱因并无高。拖延市政府咱会有补助的风干费用运费，所以讲呀，
然后甲1万桥选去落迄较毋拉地的安样面，也搞公量期数年较大啊。你要补1万桥，势必个国家要较大啊。你世界了样，你迄公量计划收购有26桥啊。你个世界存落20个人20个桥天啦，也是有落差的，有差价。此只基辅嘅规则运选体难免出现争议相浪，都得也牵涉到安泰农民嘅权益。可能是在拖期盼期了后，广纳农民、民间组织、学界、商界嚟了解意見，聽嘅修正辦法，建議各項環境嘅配套措施，達到保障農民所得，同時確保糧食生產嘅目標。好，新闻样片 context 让你了解一下哈，到底是哪6个地点来试办呢？首先看到北中南各有2个，北部呢看到这公粮缴交率有99%的是在桃园的杨梅了哈。那在中部的话呢，这公粮缴交率有很低的是62%是在彰化的福兴。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嘉义的朴子啦、台南柳营啦，这公粮缴交率大概都有94啊。不是，然后也有65哦。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陈其仲陈副主委，就是说这6个地方我们看起来有这个公粮缴交率很高的，也有公粮缴交率很低的，北中南都有啊，但是东部没有。这6个地点是有意义的吗？它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那在试办的时候，它的要去检讨的话，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作用？基本上针对公粮收购的部分它有2个数字，一个叫做申报率，你符合17年的规定，你有资格申报，但有些农民不一定申报，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申报完，你会不会缴交公粮，也不一定。所以这2个合起来之后的最后的这样的整个公粮的缴交率，我们会依照不同的高低，因为你试办的话，当然是要选择有高有低。那最后你做全国的举办的时候，才知道它的一个差异。这第一个。第二个，比如说里面的彰化福兴，它是有糯米。所以我们不是全部都是只有蓬莱米，所以我们会有选择这样的一个差异性来试办不同品种的米包含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要跟所有的全国农民一定要澄清一件事情，公粮的收购制度绝对不会取消，目前是并行嘛？并行，而且是一定让农民自己选择。所以自己选择就是我如果符合这一个17年我缴交公粮的农民，他可以选择缴交公粮。他也可以选择直接给付，所以就农民的收入角度而言，他完全没有受损。他如果担心市场价格太低，那他一样缴公粮，公粮一样有26。如果说我现在呢去申请这个直接给付，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第2期到做收割的时候，这个价格不是那么漂亮，我还可以再回去选，回来缴交公粮。我们有允许，就是你申报的时候，你可以申报直接给付，或者是缴交公粮。那如果选择缴交公粮，就不能够跑到直接给付去了。这个就比较，但是至少就既有的农民，他没有受影响，因为现在的制度就是只有保价收购，我们现在是多一个选择，所以你可以选择直接给付。如果到时候市场价格高，对，那你就领直接给付，那就农民收入我如果增加。自己的这个稻作的品种、品质，甚至我有自己的品牌都 OK 的话，那我就要选择直接给付，那我还可以多有1万块的补偿，这样子。对。好，缴交公粮和市价价差那大概是9000块左右哦。那在考量稻作蕴含环境多功能价值，额外增加就是所谓的外部效益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对水稻啦、农业外部效益这个部分一直都没有去低估，甚至是忽略这一次呢，这额外增加1000块呢，就是看重这样的价值，所以9000加1000就是1万块。我想请教一下品轩，把这个稻作或者是农业这种外部效益含进来，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就是这个已经很多，就是国内不管是国内外的学界都有特别去论述过，也就是说我们的农田种作，它绝对不是只有生产作物的这个层面而已，它还包含了很多的环境的效益，例如说农村地景的效益，例如说涵养地下水源的效益，例如说气候微调的效益，这些等等的利益都是全民共享的。是。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农民种作的农民视为农村还有台湾环境的守护者。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农民他们守护了台湾的环境，或是守护了台湾的那个气候，协助了台湾的那个极端气候的微调这件事情。那他们都是去利用自己的成本。那透过就是环境给付的
这样子的概念，来把这些外部的效益，就是变成一个实质的给付给农民，其实是可以鼓励我们这些种作者，然后去采用就继续种作，然后来维持说我们重视的这些价值，例如说地景，例如说气候微调，例如说地下水海洋等等的效益。好，陈教授曾经讲过，这外部效益啊，大概是上看2000亿啊，2000亿最后只提拨了1000块，你觉得这个太多还太少？平轩？我当然是觉得。太多或太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直接从账面上面看出来。事实上，我们去研究过德国的做法，德国是会建立一个环境资料库，然后在这个环境资料库下去计算不同的项目，然后它所带来的效益是什么。那这个效益或如果换算成价值的话，那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加权数去补贴给农民？这个才是它的那个环境多功能价值的补贴。那现在是直接加1000块上去，老实说，我是觉得有点粗糙啦。陈教授以前说是上看2000亿，就陈副座说那就是加1000块啊。那很多人问说这1000块是怎么算出来？但是我们这个农委会特别强调，这不是补贴，这是补偿。这个补偿呢，这就代表说肯定农民在种作过程当中对于环境啊、这个永续维护等等的啊这些贡献啊，所以这1000块，我想请这个其实主持人讲过，我之前就算过所有的全国水稻田产生的外部效益，就刚刚平轩讲的，不管是粮食安全、水土保持，还有景观、多功能等等，一年大概2000亿。那如果折算成每1公顷要给他的一个环境的补偿，金额是大概4万块。那补偿跟补贴完全不一样。补偿是因为你农业产生这些正面的外部效益，这些外部效益是谁在享受？是一般所有的消费者。所以理论上，在国外就刚刚平轩讲，都是政府直接一笔金额给农民。那理论上是要4万，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算1000块？我这边直接说明，是因为我们是利用既有保价收购每一年的政府的100多亿的支出里面，那扣掉了9000块以后，这样盘算出来，就说如果今天本来是要花100多亿来保价，如果有一部分的农民出来领直接给付的时候，以政府的支出为不变的情形下，那所算出来的金额，以过去保价收购这些预算的这个基准来去算得出来的。但这只是第一步。那我觉得未来是因为农业的这个那天平轩参加院长的公民座谈的时候，他也质疑整个全台湾的农地数量。那我们也会认为农地数量目前可能没有想象的这么就是统计数字的金额。那如果未来农地数量要配合国土计划作为农业生产用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补偿金额绝对会是在往上垫上去的。所以这个应该只是说，就我们所有的农业政策来讲，第一步跨出去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做补偿。那我完全同意，这1000元跟实际它所产生的效益有很大的落差，那只是跨出去。未来我们如果争取更多预算，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把这个金额再提高。下一个问题要请教我们的黄立琴黄理事长，就是说，如果这6个示范点，目前的公粮收购大概是有到9556公吨，假设这6个示范点过去的公粮收购是9000多公吨，全部都来这进行直接给付的话，那他们可能比如说就自己卖米啦。那粮商会担心失去了粮价的定价的权利吗？就说这个定价就不在于粮商的手上了，是农民自己来定价了。你们害怕失去这个权利吗？还是觉得说，其实市场自由机制？其实市场自由机制是很重要，而且粮商从来都不是那个粮价的那个定价者。农民有一些误会，其实长期以来我们粮价的一个定的方式，大概就是遵循公粮的原则。公粮有3个门槛。一个叫做计划收购，一个叫做辅导收购，一个叫做余粮收购。对，余粮收购等于就是保障生产者的最低的一个标准。所以你们自营粮的部分，这个收购价格不能低于这余粮收购，否则农民就不把。我们如果低于余粮收购，它就会3个门槛通通去交公粮，通通交公粮。我以我们105年一期的那个产量为例子，105年我们台南地区的话，尸谷大概差不多，我们叫做尸谷大概17割。一分地100斤，我们叫1割，大概17割。那你如果3个通通加进去的话，它有13割左右是在公粮，那我们市场只剩下4割，我们的量会很少，就你不够市场的需求，所以它就会
就是我们一定市场的价格要高于余粮收购，它才会有一部分的稻谷是留在市场上。所以，我常说这个价格是政府定的，其实不是粮商定的，因为粮商那个公粮就是我们的一个调节法。但是我们要先来看看说，这1万块对于这个正在种这个稻子的这个示范区里面农民来讲，到底有没有诱因呢？我们采取的是桃园市杨梅这个地方这个示范区，这个农会所提供的资料，就是说目前呢在缴交公粮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是因为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公粮收购有这个计划收购，然后辅导收购，然后余粮收购之外呢，那另外就是说农粮署针对公粮部分呢，它有这个烘干补助那时候是2块钱。那另外桃园市政府呢，针对烘干跟补助呢，加起来还有1.4块钱的补助。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桃园市的这杨梅地区的缴交公粮农民呢，他这个收入就可以来到128340块钱了。那如果说是直接给付的话呢，那就是118000元左右，所以直接就少掉了1万多块钱。所以农民觉得说，其实我缴公粮还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诱因根本是不够的。那我不知道说，副主委怎么看这个杨梅算出来的这个？我应该是这样，如果缴公粮会比直接给付好，那就直接缴公粮。农民权益没有受损，是。可是我如果自己参加直接给付，收入会比较好，我当然就会参加直接给付。这里面的一个计算的基点是直接给付里面，它市价用21.6元，那这个是用干谷的价格。在过去所有40年的一个资料里面，我们的产地价格几乎都跟我们保价收购里面的辅导价格接近。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辅导收购价格是23块。所以如果用23块计算的话，23块乘上5000公斤，其实它就额外增加了将近1万块。所以这时候你缴交直接给付可能就会比所谓的缴交公粮就更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是用一般所有的平均的这个稻米的品质来看。可是我今天如果种的品质是比较好，比如我说台耕9号好了，那我的市场价格绝对会比一般的价格还高。那这时候它就参加直接给付的收入就会比缴交公粮高。为什么？缴交公粮只看量，没有看品质。那你如果品质好的，市场的价格高，那你当然就可以参加直接给付。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要推一个直接给付试办，但是让公粮收购也持续的在市场上就是运作，就是因为我们要鼓励往这个高品质的稻米生产，来减少部分我们所谓的量多于需求这样的一个情形。会不会因为大家都去参加直接给付，米跑到市场，那市场价格是不是就会往下？其实这个就我们一直在强调，因为你有一个公粮收购制度在，你只要市场价格往下跌，农民就是缴公粮嘛，因为你公粮就有确保26块、23块跟21.6的这3种收购的价格支撑在那里，所以这个最后还是就是我们农委会跟农粮署，我们要去具体跟农民说明说，其实各位不用担心，因为直接给付参与之后，造成市场价格这样的一个波动，那我们也可能忘了再跟他说明说，其实如果你将来都种好米的话，那你来领直接给付，那效果就会更好。既然良质米专区它已经标榜是良质米的产销专区，而且有这个品牌有契作，是相对来讲对这个种稻作农民是比较有保障。可是这么多年下来，还是2公顷，没有太大这个进展了。所以这个政策或者说不冲量这件事情，在农民来讲，真的有办法做到吗？理事长？因为我们为了要做提升品质，我们在那个 CNS 的等级上，跟在整个的生产的流程上，我们花费了很多的金钱跟心力在上面，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的售价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市场上也是有很多讲究品质啊、重视食安的人，他还是愿意采买这样子的一个稻米。但是这种比较不计较那个金额的那个消费者，坦白讲都是食米量比较少的消费者，所以我们这几年的成长速度对没有很快，对，而且加上这几年因为那个农委会这边对稻米产销专业区的一些给付也是有高高低低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一些我们原来的一些伙伴也减少了一部分。那我希望说透过这个稻作直接给付的部分，可以把我们这些已经失掉的这些伙伴再找回来。因为其实那个稻作直接给付对我们稻米产销专业区是最有利的，因为我们原来农民就是不能交公粮，
那原来他们没有这1万块钱的补贴，那我们就是以我们的那个市场价格去弥补他们产量的损失。那目前农委会可以帮我们做这个那个直接给付的这个补贴的话，农民无形中他又多了1万块钱出来，他当然是愿意啊。我觉得说这是我们越来值得那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好，那平薛，我想请问，就刚刚我们副主委讲说，有可能这个价格会再做一些调整。那立勤理事长讲说，有可能就说这个申请的资格上面可以再扩大多元一点，真的是再多加钱或者多一些扩大资格这个申请的话，就有办法改掉大家42年来缴公粮保价收购这样的一个习惯吗？这个政策要做补助下去的话，那它是不是能够提供让农民缴公粮，然后转到对立补贴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说农民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也有没有办法被弥补下去？对，所以说，例如说以现在1万块的给付来说，对农民来说，他的期望值就是多1000块。那多1000块对农民来说，他要承担的是消米的。就是米销不出去的风险，对，那所以说就是囤货的压力等等的，那这个东西对大家以前就交给公粮或交给粮商，现在是我自己要搞个仓库，要有烘干机，把米堆在我自己家里面，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得出去。一般的小农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啦，可是他们就要去烦恼说，我的米可以放在哪个仓库，我的米可以找谁来帮我烘干等等，这样子这个东西对农民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压力，所以未来来说呢，就是一个方面当然是在给付的额度部分，这个给付的额度跟那个过去缴交公粮，如果可以出现一个明显的价差的话，那这个价差有可能可以让就是担心囤货成本的农民愿意去冒这个风险。那另外也是可能不是金额的补助部分，而是说在销售的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辅导一些在地的农民团体，例如说以合作社的方式，或是像理事长这边这样子的良子米产销班，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方式，然后来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后端销售跟品牌的建立，这样子，那也可以增进农民就是愿意从缴交公粮，然后转到直接给付的意愿，这样。好，看起来不只是直接给付跟保价收购双轨并行而已，我们需要配套还非常非常的多。那事实上，台湾经过这个土地改革之后，大部分农民都是小农啦，所以拥有的农地面积呢，大概很多都没有超过1公顷。所以你说1公顷可以多领1万块，甚至事实上对很多农民来讲，我可能只有几分地而已，我事实上领到也只有几千块而已，1万块只是一甲的一个公约数，但事实上农民可能领不到这么多的钱。还有哪些声音呢？是来自于地方乡亲的这个心底话呢？我们看看影片。我就是小地主大佃农嘛，我觉得直接给付对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讲白一点，直接给付是针对地主，不是针对代耕者。然后现在以一般的农户来讲，小面积的少，然后都是在代耕的情况下，直接给付只是针对地主比较有利而已。再加上小地主大佃农的那个的有补助，所以直接给付好像也没有意义啊。然后对于小农户来讲，直接给付他如果可以缴公粮的话，公粮的钱会比直接给付还高，除非是自己在经营有在做的，直接给付才比较有利，不然的话直接给付没有什么意义。阮这边做的迄个试办区嘛吼，阮已经办有4场过迄个宣导会啊吼。但是农民也无介踊跃啦。但是登记较真有超到30通拍的话嘛是还可以啦吼。我是希望农友的也是农粮署那边吼，伊嘛是会当用个人价批，用价批吼，价批可能效果较好，因为农民若收到迄张批的话，拢会来问农会，阮来甲解说一个安尼。1对1对谈啊，安尼可能听好清楚。以目前就地补贴的政策来讲的话，我觉得政府应该先区分南北两地的收获量的情形的不同去做评定。因为就以1万块来讲呢，我们北部的收成量是南部的1半而已。当然，北部的那个农民啊，还是以缴交公粮为主啦。我们的收成本来就比南部的少了，你就地补贴只补贴1万块的话，相对的农民他们还是以缴交公粮的话的收入会比较高，因为我们大家在拼产量的同时，可是却忘了忽略到稻米本身的品质。大家一昧的求产量，可是忘了品质，相对我们在市场上竞争力就会比较薄弱一点。
所以如果将来真的必须走上就地补贴的这一条路的话，希望大家农民可以为了值而提升，我们粮商当然也愿意用比较高的价格跟农民收购稻谷。好，看完新闻影片呢，我们来看2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想要请教平轩，就是说，事实上现在农村有很多青年农民，不管是农2代或农3代，他们回乡去务农，或者说他们是到别的地方去租地，然后当一个专业农民，这样就是很多嘛哦。可是我们刚刚讲啊，不管是小地主大佃农也好，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到别的地方去租地种这个农业，这些小农也好，他可能没有土地。那目前直接给付是对地，而是对地主，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享受到政府的美意，但是他们可能是很有心务农，而且他们相对年纪也比较轻，可能真的是台湾未来农业的希望。那您的建议会是什么？其实现在如果是有签约的农民啊，那或者是说你本身就是那块地板就是你的，那就会补到。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地，你是租的，但是如果你是参加政府的计划，或者是说你是跟地主有租约的话，那这个钱还是会补到农民。可是问题就在于农村地方有非常非常高比例，口头约，我们可以说对，几乎都是口头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沉疴。也就是说，可能从过去375减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脉络下来，到现在导致地方上在租田的时候不是很愿意出具书面的契约，所以大部分都是以口头约的形式。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另外去处理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稻作直接给付的这个状况下面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在过去推动的很多的其他的政策里面，然后那也会发生类似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关联到说我们的农民身份要怎么去认定的问题。那这个可能就牵连很多，对，那包括说谁来申报啊，或者是说农保的那个制度要怎么去做调整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就土地的拥有者跟实际生产者、实际的耕作者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把实际的耕作者在制度里面可以去清楚的界定出来，而跟土地的拥有者能够做一个清楚的界别。那这个是必须要独立处理的问题。那我可能觉得说，在稻作直接给付的这个政策里面，它应该说，我们没办法期待说，稻作直接给付的这个政策就可以去处理到问题。相反的，我觉得这是根本的问题。应该说，这个根本的问题去处理了以后，那包括稻作直接给付政策在内的其他的政策，我们才能够更公平的去推行。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陈副主委，就是说，事实上，49年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1951年，就是2年之后就实施第一波土地改革，就是375减租。那也不可否认，确实现在还有很多375租约还在进行当中。那375租约最让很多的老农民他不愿意去跟青年农民去签，或者是专业农或大佃农来签约，就是因为地主没有办法终止这个租约，而且这个租约可以世袭给这个佃农的下一代，所以很多人觉得说，那我今天一旦签了约之后，我的土地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不可否认，这样的一个历史因素确确实实存在，而造成非常非常多的口头约，而这样的口头约也造成实际的生产者他没有办法享受到政策美意，而且他永远被排除在政策外面，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保护。这个现实面的这种困境有没有想要解方？所以我们这边要特别说明，针对虽然是叫做对地直接给付，但是是针对自己、针对实际耕作水稻的耕作者，我们才给他一笔直接给付，而不是地主。那因此，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去解决？目前我们大概就是用所谓的耕作协议书的方式。你就有一个耕作的协议书，感觉起来比这个租约要在效力要下面一点，对，不是所谓的地租的租约，而是实际耕作的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青年农民，假设我去宜兰租一块地来种好了，我如果跟地主取得这耕作协议的这个协议书的话，而且我过去也有参加公粮收购，我这一次就有机会有资格去申请直接给付。对，但是我也坦白讲，也不是所有的佃农他都可以取得耕作协议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农委会跟农粮署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不是只有针对稻谷的直接给付，去年的那个因为停灌，那你要做补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谢谢平轩副秘书长这边的建议，我们会再想更具体的办法去解决，怎么将来在执行各种补偿或是政策的时候，怎么去实定的去认定所谓的实际的耕作者。
好，看起来这个直接给付跟保价收购并行的示范方案还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当然已经跨出了第一步。事实上，早在2001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前，农委会就已经开始做相关讨论，甚至在民国95年时节，当时农委会也推出了所谓的新农业政策，台湾农业两系的样型的政策白皮书，基本要讲到来做了。土作的直接给付不过经过按多年，一直没办法来实行。礼拜开始来吃盘的，下面也开头，下面真正盘的下去，盘的成功的，像等下继续来讨论。中央村民台节目现场今年讲到呢，5月24号，省政府农委会开始来宣布讲来那种土作的直接给付并保价输叫。双轨并行来吃盘事实上，那种倒做直接给付这个讨论呢，在农委会里面，甚至国内的产学界，这个讨论已经不止10年了，已经超过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或者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办法落实好好去做呢？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盘根错节的问题那其实你想想看，保价收购这个制度已经实施了42年。那我们可以说很多问题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经过40多年的一个沉淀呢，很多这个共生的结构，它其实已经是非常顽固的在那个地方建制的很完整，所以要突破呢也不是这么样容易那目前呢，台湾还保有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保价收购制度，这样的制度呢，某种程度确保了粮价稳定，也确保农民的有这个基本的收入，但是是不是也阻碍了台湾农业的整体的发展？因为有每年将近有这上百亿要去收购，要去烘干补助，要去给这粮商做这个代管保存，甚至碾米加工等等等等，这后续处理的这样一个经费预算它某种程度也排挤了台湾农业其他项目的发展的一个预算基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次要来检讨这个保价收购制度，它还有哪些问题呢？看看新闻影片的分析。台湾实施40年的土米保价收购，长期以来对于维持土米生产稳定量价，确保农民收入、安定农村经济，发挥建设性的效果。不过，两项制度日本政府当然必须开收入和公量收购，无合乎 WTO 要求缩减境内补贴的趋势。台湾当场面临需要调整的是这个。公粮收购的保价制度在台湾已经实行这么多年，那我想农民他目前他也非常的已经习惯说要缴公粮，或者是说直接到市售的制粮营商这边去做这个米的一个处理啦那所以我想一时间要把它收掉，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波及。如果政府今天他没有办法保证收购的时候，如果市场供过于求的时候，当把市场所有的那个价格降低的时候，请问，那我们的农友、我们农民，他的手头就会减轻。一项实施按多元的制度，需要一段时间的检讨同修正，将实力克服国家的生态公约数。农委会礼拜期盼的直接给付，就会爱透过实际的操作，看下那疗效的影响同成效运算。部分的农会肯定安尼个做法，此个配套必须更加完整一点。期盼将更加有意义。看到市场的机制在调整，这样子，不要说限定是补助1万块。那今天如果市价低的时候，你补助1万块，我血本无归。如果今天市价高的时候，那农友就会欢喜啦。就是说我是希望说这个部分可以是说随着市场的机制，随机可以继续调整这样子。目前来讲，应该是用并行的方式，但是还是强调让民众还有农民说，我们要种的米是好的米，品质好的，不要说我为了以前就是产量多可以卖比较多钱，而是说把好的米提升。台湾目前当行土调整保价收购的政策修正期方，除了土期盼期吸收经验之外，也是在参考国外的实施办法，听听更加合乎国内的农业政策。本农村经济航向新的阶段。好，我们先为大家来整理一下这个直接给付跟公粮这保价收购它的优缺点在哪里了哈？就是说，目前台湾实施我们讲全世界唯一的保价收购制度，它的优点有哪些呢？优点就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还有调节这个粮食供应稳定价格，还有保障农民所得。
那至于在劣势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是说它要耗费巨资，就我们刚刚讲，事实上从100年开始，都是逼近100亿，甚至超过100亿来做这个公粮的这个收购哦。那最重要是不符合 WTO 要求削减境内补贴趋势。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很多人为了缴公粮，他可能就会过度的施肥、过度的用药，甚至他只种植量不种植，因此呢会造成资源的破坏、环境污染等等等等的负面效应哦。那我们也看到说，日本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开始来进行，就是说转化为绿色措施这样是一个WTO 允许的一个这样一个对地补贴的一个方式哦。那可是也不可否认说，在2004年之前，他们逐步的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地补贴的绿色措施，日本农民的这个收入是大幅降低了48%，所以农民看起来最终还是受害的哦。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这韩国呢，它也废除了类似像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秋谷购买制哦，所以邻国都已经废除了，那台湾要在这样的状况下加入这种世界贸易组织也好，或者是 TPP 也好，是不是一定要来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绿色给付，逐步的往这边迈进呢？我想请教一下。其实日本、韩国他们很早就废除这个保价收购，但是就台湾的保价收购制度，就刚刚主持人讲，其实它有很大的优势，那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最大的优势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会是保障稻农的所得？现在种水稻1公顷的平均收益大概12万多，扣掉它的直接成本，就所谓直接成本就是种苗、技工、农药、肥料以后，它大概农家赚款每公顷是8万到10万，几乎是大部分的作物里面最稳定的一个，而且是不错的所得的一个作物。那这个原因当然就是归于保价收购，所以保价收购可不可以把它拿掉？绝对不行。好，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个保障农民所得了啊。那我们刚才讲说，其实从101年到103年，每年超过破100亿去做保价收购，那农民真的拿到的是这100多亿里面的几分之几呢？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吗？1亿、2亿还是？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其实不只是保价收购了哈，可以问农委会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20年前的农委会预算400亿，对，现在农委会的预算1200亿，增加了3倍。那其中有800多亿都是在做补助，那我们当然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800多亿里面，我们现在有多少农民？我们大概有55万个农民。假设这些的补助不需要经过任何政策，都直接给农民的话，每个农民快拿到20万。那我们问一下自己的一个问题：农家的所得里面，来自农业收入的只有20几万。那很明显，这个反映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农业政策，它有在调整，甚至提升它的一个补助效率的空间。我讲补助效率，就是今天如果政府多花1块钱在农委会上面补助农民，理论上你农民拿到的要比1块多，这才有效率嘛。如果你1块，最基本的是花1块钱，农民拿1块钱。可是如果万一政府花1块钱，农民还拿不到1块钱，是这个政策是要有做适度的调整，所以我们才会思考说，为了让保价收购的优势留着，但是又要解决这一些的一个其他的问题，我们才推所谓的双轨并行的保价收购跟对地直接给付，其实这是最原始的目的。那我想问一下品轩，我们刚刚看到说，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101年、102年、103年，我们都花了破100亿，109亿、119、105哦，甚至100年也是要95亿，将近100亿。那刚刚我们的副主委讲的说，事实上很多补助是没有效益的，你是不是也这样来看待我们保价收购政策？的确是一个行之有年，但是是问题重重，确实需要来做一些变革的一个。外界最多批评的就是说保价收购让农民只重量不重质，对。那其实还有这个在这个重量不重质的意义之下，我们还可以去更仔细的去观察说，那这个现象是什么？例如说，农民可能会倾向去种就是高产量然后低管理成本的品种，所以造成市场上的米的品种就会比较单一。对，那也没有办法去发展说多元化的就是米谷应用。那我们米生产出来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发展就是2级或是甚至往就是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去发展？那这个跟米本身的品种种植什么这些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因为有公粮制度的存在，那大家可以缴公粮，所以
宁愿去种好种，然后量又多的品种，就不会想去发展多元的品种。保价收购造成了某种怠惰吗？我认为不是农民的怠惰，而是这个政策的存在。那在一个市场里面，经济理性的人本身就会做这样子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经济理性下面的选择。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保价收购现在确实不能贸然拿掉，因为它已经跟农家的所得支持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可是保价收购制度需不需要变革呢？要，因为我们的稻米产业也是因为在保价收购制度下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转型跟提升。那我想请教黄理，请黄理事长，就是说，很冒昧，就是说，有没有粮商是专门只做公粮这保价收购工作？我其实没有自营粮部分，我就靠政府养。有啊，有，不少粮商就是只有做公粮而已，他本身是没有经营自营粮的。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产业的获利率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他们可能也在期待一个离农的一个政策，那离粮的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为你政府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付出，那你现在不太需要我了，是不是？以后直接给付了之后，公粮不会进来了，那我是不是给一笔那个离粮的一个经费，让他们可以去从事其他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很多那种一直没有转型的那个小公粮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啦。其实不止小公粮商啦，其实很多农会也讲说，事实上这个收购了公粮之后呢，这个要有仓库储放嘛，哈，不管是储放这个稻谷也好，或者说做这个加工碾米也好，甚至是说将来这个后端处理啊，这个代管了等等费用，其实也是他们从农委会那边取得一笔这个业务费用，是很重要的收入，一年大概也有几百万了哈，所以等于说也就看到说有一些小公粮，他就靠这样的公粮的保价收购呢，就养活了他好多年。但是离粮政策是不是也同时不只是看到农民，也要看到这些粮商，这才有可能说收这个其功于一役哦？那不知道副主委怎么看？我们经济学有一个叫做所谓的柏拉图最是境界，就是当你实施一个政策，如果都没有人受害，那整体得利，那这个政策绝对实施起来是最受欢迎。那可是很明显，这个试办的时候就引起这样的一些的纷争的时候，就表示说可能影响到某些的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很乐意，就是按照立勤理事长的这个建议，或许我们要去辅导这些的公粮业者，那是不是做适度的转型，甚至还可以来整合刚刚平轩秘书长讲的，其实我们不只是要花时间在所谓的生产端，其实怎么去把小农整合起来？像立勤理事长在那个台南货币这一边，他还包括把生产，然后再加工碾制，最后再销售，其实反而可以增加大家的一个利益。那这个我们会回去思考说，看怎么让这些公粮业者来做适度的一些的转型。好，我想请教平轩，就是说，事实上看起来这目标是蛮远大，而且这个利益真的是很良善，是为了消费者，为了生态永续，为台湾这块土地资源啊，这能够长长久久。可是这一次的这个直接给付跟保价收购并行面，它有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今天如果选择这个直接给付，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到了年底这个到做收成的时候，发现价格不好，我可以再转回去公粮收购。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讲说，你这样留了一个后门，其实看出来这政府的决心不够，也预告了这样的一个试办恐怕成功的机会不大。你怎么看呢？有什么建议？我认为这个政策还在发展的过程中哈。那我想农委会取6个点试办的目的，也是希望说来测试一下说，那在长期以来保价收购长期施行的这个惯性之下，那直接给付的这个措施有没有办法可以去造成一些结构上面的改变？好，那所以说这个政策现在都还在调整中。那我觉得是可以比较密切的去观察说它的发展，那我觉得也可以比较多的去提出建议。那当然我会觉得说直接给付跟公粮收购彼此之间是不应该有这个任意门的。对，那因为你有这个任意门的存在的话，其实如果我可以这样跳来跳去的话，那它当然就会变成一个就是怎么讲选择啦。那当然，我觉得未来在这个政策正式施行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有这个任意门的机制。那或者是说，在未来在政策施行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补贴的价格、补贴的项目，甚至补贴的方式等等的这些，都还要再做调整。粮商的确在这个粮价上面，因为他收购了很多的公粮，或他自己也有自营粮，甚至从我
我们加入 WTO 之后，有些国外的进口米的配额，它也可以取得配额啊。所以粮商本身就囤了很多的米，不只是公粮而已。对，所以粮商有没有可能，譬如说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直接给付里面，有一部分会损及部分粮商的这个经济收益嘛？所以它有可能借由市场的操弄、价格操弄，去让农民产生恐慌的心理，或者让市场端的民众警觉到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生，而产生另外一股阻力。那您是粮商，您的建议会是什么？其实刚刚公粮收购制度就是大家讨论的很多，它长期以来就是养成了农民只重量，它不重质。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粮商很头痛的地方，我们一直想要导正它这种重视品质的观念，因为你来的原料不够好，我卖给消费者，消费者就会反映回来，他说，这批米不 OK，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米的品质可以提升。这样的一个收购制度，就像刚刚平轩讲的，也没办法一句话去定它的生死是好或坏，它的确有它的功能性存在哦。那目前是在一个修正期上面，那已经开始试办了。那未来要怎么走呢？我想先从平轩开始，有没有什么国外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那是不是社会背景上面，或者是有些哪些历史条件上面，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在未来可以让这个政策可以走比较顺畅一点。我们台湾讲的对地给付啦，那其实在德国就是环境给付。那德国的环境给付应该是比较广为人知，然后也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政策。那基本上像这样的环境给付，它大概会有几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当然就是确保农民的收益，特别是小农、家庭式农户的收益。然后再来呢，它就要提高我们农产品的品质。好，那另外它有一些比较积极的环境意义。好，然后再来就是可以作为不同作物别间产业调节的一个政策工具。那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好，所以说绿色给付或者说我们说环境给付，它要能够成功的第一个关键条件在于说，它要能够作为农民或者农户所得的一部分的来源，也就是说，它在基础的层面之上，它要能够去支持农户的所得，达到一个程度，那么这样子的政策推动才会比较顺畅。那也可以去解决说，那万一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数量过多，而导致农产品的价格过低的时候，那会不会有谷贱伤农的情形？德国其实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德国它在环境给付上面做得非常的细致，使得各个农户它可以有很多的项目跟来源是来自于这个环境给付的部分，这个环境给付的部分去 cover 掉它在市场上，然后可能需要做价格竞争的部分。那这样用这个方式去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的补助额度、补助项目跟补助方式都还需要调整的原因。那我想请教一下立勤理事长，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刚讲说保价收购这个政策，它某种程度它没有错，它稳定了这个粮价，然后保障农民所得，但是它也形成了一些尘埃啦，哈。那譬如说，您会建议说，那未来的公粮收购可以在这个像我刚刚讲的种作方式啦，或者是说这个种作品种是品质上面去做一些差异化的收购价格？针对品种去做的话，这个难度可能相当高，因为你如果没有事先跟农民有一个契约合作的关系在的话，你要请他种什么品种，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保价收购，就只有只要是他收购的那个很多个品种里头之一就都可以。所以，那如果是政策诱导呢？譬如说你种台梗9号，我这个计划收购的价格就要比26再多一点。那如果是种台南11号，这个量很多，可是这个品质还收的，我们就是这个计划收购部分呢，就大概25.9少一点点。如果是这种政策性的诱导，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有一个政策性诱导，会不会也产生效用呢？你长期接触农民，你的看法？这个应该可以分2个方向来说。我们那个公粮的一个它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把市场多出来的稻谷用另外一个仓库把它保存起来，然后以备我们市场上缺粮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就算是一个安全存粮的概念。可是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说，我们要去种一些比较好吃的品种，去做特殊的一个市场的行销，这个比较像我们现在稻米产销专业区在做的这个区块。对，它等于是说一个由我们去跟农民做一个契约合作，然后给他一个保证的价格。我们目前的价格也都高于公粮收购的价格。那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有刚我说，因为消费者
究竟愿意接受好品质米的消费者，他的食米量少的，所以这个区块是有待于慢慢在开发。那我也是觉得说，我们其实台湾米坦白讲多出来的并没有比例上并不是很高。如果说政府可以在这个品质提升的这个区块多加一把劲的话，让我们把这个品质的这个品牌做出来，慢慢的可以把这些就是说不要只讲究量。农民慢慢会来讲究值的话，我们慢慢这个区块其实要去化，我觉得难度应该是没有那么高。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陈副主委，就是说目前我们的公粮库存有多少10万公吨，几十万公吨？政府的公粮库存有70多万公吨，70多万公吨。那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在3个月内的安全存量大概30万公吨，所以多出将近40多万公吨。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保价收购里面，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提高3块加2块的运费，那所以导致公粮的收购数量增加。那我们的重点就是希望这个政策的调整可以保有它的优点，它的优点就是希望它有一个价格的支撑。日本把保价收购拿掉以后，它的稻米价格下跌了40%多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个保价收购继续实施，所以市场价格绝对有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绝对不会造成刚刚理事长所担心的。它永远有一个避险诱因在那边，会不会造成它的成功性的几率也降低了呢？但是你又面临它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所以这个才会思考说为什么要实施双轨并行，让农民直接选择。那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政策，我们应该问一个最根本的目的，或是实施这些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只有2点，一个就是让农民的收入增加。另外一个就是让消费者买到更安全、更好的品质。如果站在这2个目标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让保价跟直接给付并行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方式。那这个只是一个叫做所谓生产里面的最基础的建设。那刚刚主持人跟平轩提到的，我们也在推这个所谓的农业的保险。农业保险里面，我们就会有针对作物的保险、所得的保险，那来同时推出来。那这个作物跟所得保险是稳定农民的所得，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农民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意思是，如果灾害来，那你血本无归，你只领天然灾害救助现金，其实一般领到的跟他大概是只是他的损失的2成到3成。可是天气也不能太好，天气太好，丰收，那你价格又下跌，所以是不是要有一个叫做所谓的稳定农民的这样的一个所得保险？可是你生产完之后，你要让它产业更竞争，所以我们有一个农村再生，我们是希望把市场通路跟产业一起结合，那希望达到就刚刚前面那2个目标，就是农民收入可以增加，那所得可以确保，那消费者可以买到更好跟更安全的一个农产品。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要推直接给付的4瓣而已，而且是6个乡镇，也是理事长讲，占全部的生产量不到1%，就引起这样的一个耕作面积是4%啦，产量是1%。但是农委会推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坚定，而且一定要做的。如果未来我们实施直接给付的人数变多的时候，不管是稻米也好，杂粮替代这些种黄豆啊、小麦都好啊，就说只要是友善的，甚至是有无毒的耕作都好，就是也都变多元了啊，资格也扩大了，那可能会省下更多的农委会的经常支出这些预算。那省下来钱，我们会往哪个方向来利用，然后让台湾农业能够走得比较平顺，或者说走得比较长远？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说要推一个政策来减少农委会的支出，而是说当推行这样的政策，会排挤效用啊。如果说有支出省下来，其实还是会回到农民。举例来讲，我们将来就刚理事长，我们担心说，如果直接给付成功的时候，会不会造成种植面积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当然是希望说这个水稻的一个种植面积最好是维持在25万公顷，不是像现在28万公顷。那因此你要有3万到4万去种植其他的，那所以我们会在杂粮的部分，像玉米、大豆，那反而应该要加码。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校园是不能有所谓的基改的食品，那国内里面有非基改的需求是非常的强劲。那最近的非基改的这个农产品也一直进口，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在大豆、玉米的部分提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给付的金额。所以我们绝对会把这样的省下来支出，除了提高其他作物以外，那刚刚2位来宾也特别讲，你应该多花在那个所谓的加工还有包装
跟通路的部分，那把小农组织起来，这个都是农委会未来会把这个经费投入的。好，倒不是要减少政府的农委会的预算支出，而是说这样的预算会产生排挤效应啊，那使得稻作以外其他的农产就觉得说，为什么独厚稻米？那我们也是农委会的手心手肺都是肉啊，哈。好，那我想今日讨论那种新嘅边界呢就出事啦，哈。其实咧讨论呢都台湾已经进行非常久，甚至农委会内部呢也有进行试过6年，但是过去作为一次某州呢，好像可能真正迄助力啦压力非常的大。要不要先用6只乡镇州吃盘呢？也当然来滚动式的检讨啊，我们来看迄个明年有新嘅变革出来哈，好像在过程当中呢，是要大家共同来那种面对、共同来讨论。啊，村民台飞呢有请下礼拜持续收听村民台飞，共同关心台湾的土地，大家谢谢。